台北市一间高中去垦丁毕业旅行，其中几个同学烧酒去食海产蛋，结果7个人内底有6个人落屎落甲挡袂牢，大家拢讲怀疑是海产蛋内底蚵所造成的。一名高中生伫咧海边拍球，算甲真欢喜。原本留下美丽回忆的垦丁毕业旅行，所有几位同学伫咧海鲜店食青蚵仔，敢若食甲中毒。正好吃起来，它比较不像新鲜那种有弹性，就是它是那种一戳，然后它会烂掉。就是我睡觉睡到一半之后，突然非常的就是想要呕吐的感觉，然后我就冲去厕所，冲厕所，他就去吐。几位好朋友私底下烧酒去垦丁大街一间海鲜店食饭，食8粒120块的青蚵仔，7个人内底都有6个人发烧，食甲吐骨流，好因人艰苦甲无在调过继续耍。我们隔天就去医大，然后我一整天完全没有玩到。敢若是未中毒，而且并不是个案，卫生局唔敢代替去店家检查。面对这期业者发冤枉，他们都当天种的，来的时候我们就冰起来，到了晚上4、5点洗一洗，再放在前面，蚵仔拢会才食。但是无甲一个反应。后续将依检验及疫调结果重判，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处办。是甚物原因？互同学食青蚵仔食甲吐骨流，卫生局会检验调查。只是毕业旅行爽甲食歹巴肚，好心情受到影响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